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威文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御龍山8座中層 A 室，一個室面積1409尺，4房2套加工人套房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御龍山鄰近沙田馬場、彭福公園及城門河，前排單位仲可以望到吐露港景色，視野開揚。單位客廳闊度大約4.5米，有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，坐向東北，望返沙田馬場、城門河同埋一片翠綠山景。喺露台亦都感覺到陣陣涼風，感覺舒適。客飯廳全長大約8.3米，御龍山自設行人天橋連接港鐵火炭站，盡享鐵路優勢。距離港鐵火炭站只係2分鐘嘅步程，交通方便。而廚房設有兩邊嘅工作台，亦擺放到大型雙層雪櫃、洗衣機，適量嘅儲物櫃，亦都可以擺放到雜物。廚房嘅旁邊亦設有工人套房，姐姐亦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。嚟到走廊，左手邊係浴室，設有玻璃鏡櫃，保留原有浴缸，地方亦都乾淨企理。御龍山設有小型商場，包括超市、餐廳。而呢間套房就大約有8.5平方米，坐向西南，望返樓景為主。屋苑公契列明可以養寵物，對於喜愛養寵物嘅朋友都係一個好嘅消息。假日帶寵物去彭福公園行下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走廊右手邊有2間大細相約嘅睡房，每間大約有6.5平方米，間隔方正。屋苑嘅小學校網係91，而中學校網係沙田區。沙田區擁有多間知名英中，深受家庭客歡迎。最後係主人套房，大約有15.5平方米，地方寬敞，完全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屋苑會所採用歐洲宮殿式設計，設施包括以古羅馬為主題嘅室內溫泉浴池及恆溫泳池，室內多用途運動場、健身室、保齡球場、桌球室、卡拉 OK 室及網球場等等。主人房浴室亦設有通風窗，備有浴缸及淋浴間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